伊甲你关下了即算，绝对佫甲你开另外一算。但是问题是，你要去行，你行。所以呢，因为在这样的一种种种因缘当中呢，其实去到山东，坦白讲月亮还是互相的，对不对？月亮嘛是各向较远的，对不对？但是呢，咱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目标，就是咱要安怎把电脑师交代的这个天命，你才能够去实现。所以，咱必须爱家己去克服，家己爱去克服种种的考验。所以经过3年了后，那么对中国大陆以目前来讲，会使讲在当地咱大迄个黄岛青岛遐，遐有足侪酒店业，包括有足侪地区，包括像李梅，伊即个是来一个名李梅这一次是一个人来而已，一个人来，经过台湾这10几天的过程的感受，他回去点燃师也交代他一个任务，要把台湾的你所见到的真实性的回去中国大陆去分享。崂山的那个小董已经盖别了，讲你在那边要好好的吸收啊，好好的这个启发，然后回来一定要跟我们分享。所以下一次呢，里面就有新任务了，伊都爱甲中国大陆咱遐过去有修行遐道亲节的内底，加传回来，好不好？好，那我们也要给你们来一个爱的5项。你真的好棒！所以人呢，因为透过这种的这个互相鼓励，我想呢，咱大家拢有足大的这个信心，有信心有力量，信变行正，对不对？所以希望各位这个大家，会虽然是名是着做大经啦但是咱讲的这个好些人啊，听较来也好是讲咱的前面讲去根本较难啦，但是晚上是没有办法，反正这一堂课本来是点老师要讲的，对不对？点老师要给或许说来学习，那当然或许很感恩啊。但是今天看到在座各位浅显那么诚心，而且在台湾修行的这个功力这么深厚，大家修行境界搁遮尔啊广，遮尔啊好，应该是讲依咱或许的这个实务经验应该是大家爱来分享啊，有机会有时间，甲点老师请明，讲我要来去倒，当然咱即唔敢讲拢去山东青岛啦，那你大家拢去，我也无所在，咱倒一下，对不对？咱会当申请讲，咱看是要去倒，要去泰国，是要来去山东，还是要来去泉州，拢总会使。将来呢，台湾修行未来的这个内底，拢爱向外开放。为什么？因为即马道要传到万国九州，必须爱咱在座各位，咱拢是道的一个经济，咱去到对经济点到对，迄个位啊就开始布营，迄个布营开始就成长，将来不会结果。所以各位有听过一个理论叫做细胞分裂法，咱是一个个体单一，对不？但是一也变成啥？分化变成什么？变2再分化变成4再分化变成8、86、32、64、128，安尼入去。咱的道就是怎样呢？道虽然无形无相，但是咱大家有道了，咱会自行起用。自行一旦起用，就会当连升去找办法，对无？自行起用，连升办法。也就是讲，咱每一个人的本来的自行的驱逐拢总平变，但是咱今日透过咱修行的见证了，你有这个平变的自行，上天就互咱有汉尼好的智慧甲能量，你若无真正去甲伊发挥，你只是一个力量，只是一个力量。所以各位亲戚，中国大陆目前很多省市，拢一直甲好势联络。讲希望后下会当去伊遐，搁继续开始讲这个图经理论。然后呢，尤其伫中国大陆有一个叫做牡丹的故乡，叫做菏泽菏泽迄个啥？迄李校长，伊甲咱班经理会使讲，袂当讲仔字啦因为看着咱班经理就是伊的偶像啦。尤其咱班经理讲这个《金刚经》讲甲迄个校长安尼，真的是非常的
退哦。那么房经理去到泉州时，因有一家因缘为这个盒子到这个啥福建吼去开会，厦门开会哦，伊利用开迄短短时间吼，竟然去找着咱房经理。到新疆。啊？到新疆来坐高铁。做高铁去新疆，你看看人个规划即种程度。哦，甲房经理安尼论坛了，当然吼，毋是像咱着做大家咧秀一啦，但是伊即种体会了，伊讲倒转去到何子村，甲好子联络，伊讲吼，哎呀，你们看看能不能派几位老师来啊？我这边也有厝吼，也有大食穿拢总无问题，恁只要恁来安就好啊。伊甲你传甲好势好势，好势甲房经理讲，报告田老师，儿子这个消息你看怎么样？伊讲太子有需要，觉得吼，伊无法度了大家啦。啊，所以这个因缘就是一个足好的机会哦，各位姐姐，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发愿意要出去开发，即马就有足侪所在，会当互你去啊，免像阮当时去。我甲阮太太，敢若行路行半年，无熟悉半年。迄阵会使讲是，迄非常的落寞咧。一方面讲，田老师交代啦，讲转去办无好找到，迄面子真差问题啊。啊，但是无法度去到遐，人生地不熟啊。我甲讲，我来遮是要教囡仔读四书五经，要教这个读经理论。伊第一个问讲啊，一个月缴多少钱？我讲免费。你讲什么免费？中国大陆没有这个规矩啊。你的对价关系该厉害。啊，所以因为在迄个半年内底当中咧，阮两个拢行路，伫阮大个中心安尼画一个大大的圆圈，无管是海边啊，无管是车头，开始行，行为啥会行？爱熟个关键啊，因为中国大陆太大了，好势唯一担心是啥物代志？你敢知？担心简太太胖点啊。伊若胖点吼，伊找袂着厝，我嘛找袂着伊吼。啊，中国遐尔大，啊，毋知要哪去找人啊。啊，公安去报，咱都无资料啊。啊，迄阵无电话啊，拢无啦，拢无，迄阵不起，拢适应起拢无啊。啊，所以呢，好势甲伊拢爱人做伙，哦，敢若去变数无共个钱，剩的出钱拢总爱人做伙。伊去到对，我爱对到对，我去到对一定爱看伊。哦，啊无伊若去走去吼，胖点去吼，或者我即声就对咱郑老师歹交代，对人无就歹交代。迄有一遍偌趣味咧，迄带已经带几半年以上啊吼，出去买菜，我是讲放心的啦吼，伊出去买菜，买看倒来，我哎呦，咱当咱不倒来。结果讲，伊行过大禹治水，山过其门不入，他一次就不入了。讲行过头了，行过头还好，伊佫自行去了，佫昨讲行唔着，我翻头倒转来，佫找着我住的所在。啊，以前阮住伫这个西藏路吼，不，西藏路住在那个16楼啊。22楼，住伫22楼，住伫迄个所在。啊，因遐人偌趣味，你知无？因遐人吼，看到你，啊你看到伊吼，敢若毋是讲欠你500万，拢无表情啦，拢袂烧少问的啦。入去电梯好势是讲好，啊你住起来很不舒服啊，讲你无。人讲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啊！对门就是咱的上级的这个邻居是上界好的一面啊。所以好势就入去电梯，无管有熟悉无熟悉，无管老的少年的，我拢甲打招呼，你好。我甲我看了，哇，这啥表情啊？伊讲，伊意思讲我毋捌你，是哪甲我打招呼，你好安尼啦。但是吼，人的心也是讲起来是嫩的，那是肉做的。一届过一届，一届过一届，无一礼拜，伫电梯拄着遐个人，连续打招呼，从疑惑、怀疑、猜忌当中，到最后跟你互动。讲哦啊你好，就甲你讲你好。啊一旦打开话匣子吼，好啊有当记嘛，啊开始就讲哇你住几楼啊？你几对来啊？哦啊然后开始话匣子，大家就问讲啊咱是住几楼？你是南方人吗？南方人讲，咱即马讲的这个口音，伊拢统一甲你讲南方人啦。包括吼，南方人指这个福建沿海嘛吼。我说再远一点，你想无呢？没有啊，再过去就大海了。
我说再远一点啊，我说台湾，我听到台湾先把这种电讲，你是台湾来的，来这里做什么？哦，开心的回来就来啊。啊，所以呢，一个，咱就安尼慢慢甲建立那种好关系。所以呢，都是无形无相无别，但是咱甲用，你真正的修道，你真正的真心实练的真心修行，你去用，上天绝对会助我们，绝对会当互你行出你一条路。啊，所以呢，迄个过程当中的种种啊吼，真的啦，就是三言两语啦。啊，所以或许你要怎么想啊，讲吼，我应该写出啊，类似这个青岛的这个经验啊，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将来有机会让来到咱的台湾各道场啊，是讲有点厉害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啊，一方面啊，大家有一寡迄个资讯呢，提早讲好，唔捌去过大陆啦，对大家有种的思想，可能有一些自己的逻辑想法在浅显，可以去做参考。所以道经、历经过来的天命经，一经一切经。咱遮有一个就叫阿金，阿金嘛，龟太太阿金嘛一经一切经，咱的心若精，一切拢精；咱的心若假，一切拢假。所以呢，大经这是文字，文明在刀，文为刀。但是文内底上有智慧，叫做文字发这定定。那么这个文字发这就是咱本来本自具足的自性，就是讲咱的道心。啊，道心内底的能量要有道念，就是作用。所以咱有道的这是啥？本体伫咱的身躯，咱一定要发挥着伊道的功能。啊，你要发挥道的功能，一定要有对机。阮当年伊拢开客人车对不对？但是伊若无客户，你看伊开客人车要去地势，要有对机，要有客户。所以咱本身有道，但是这个道虽然无形无相，但是咱一定爱甲用。咱若是讲我就已经60外、70外，各位浅显，我或者现在63岁，63岁上讲，唐太来讲伊拢感觉伊18岁。事实是安尼啊，因为咱的自性不生不灭啦，咱知影对不对？自性是永远拢无变的啦。咱这个变化是这个色身的变化，咱的自信是不生不灭，所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这样，咱的本性本自具足，所以本自具足，这个能量你甲用，绝对会当发挥着伊能量内底的支持力。你要发挥这个支持能量，你爱借着这个整个大环境，在咱即摆来讲，就是道场。道场的能量，咱爱去甲伊善用。然后呢，咱融入这道场的大能量当中，怎么样去推展，把咱的生命绽放更好的一种作用，跟它的一个方向。所以这就是咱或许感觉讲，在修道当中呢，经一事啊中一智，在每一个过程的冲击当中，有苦嘛有乐，嘛有种种的这个考验，就过去咱遐个前人辈，包括像李老104岁李老，伊考验的种种，讲实在迄毋是一般人有法度去领受。所以呢，希望讲各位亲信借这个机缘，或许呢，谈经，讲实在咱谈经的造诣较愈足浅，尤其因呢，这个不自主的看到各位亲信，就想说把自己内心里面的感受，借着这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来做分享而已。如果说有违了我们点的事咱对咱交代这个旨意呢，那或许就真的很抱歉。这不是或许不讲环境因为或许伫中国大陆伫李老遐，那每一礼拜拢爱去讲，拢爱去讲大经。即摆老山遐佫共款，一礼拜嘛爱讲这个环境。伫这个广岛的这个民科国学补习班遐，每一礼拜嘛爱讲一个大经。所以咱伫遐咧时常拢有伫学习，学习当中咧，
今仔日虽然咱无把这个风向问题这个代志，甲伊牵涉出来，但是我是感觉讲，甲去大陆3项的这个感受，甲个一个分享，希望个一个上摆重要是讲，咱学到最后一定爱把能量释放，不管你今仔日今年几岁，咱今年70几，78啊吼，对无？今年78岁，世界嘛是安尼走到老啊，所以呢，咱既然有上天互咱汉好的因缘甲条件，咱一定来把握。无管你是白头毛还是乌头毛，好势福头，即摆开始有白啊，喙手吼，人拍电话可能白啊吼，因为伫遐前太太拢逐早拢会白迄个咧买迄个黑芝麻吼，听讲食黑芝麻教馒头食，头毛若白变乌的。若唔相信你家己，若白头毛遐带法嘛，带3个月可能互你头毛改色过来。所以希望讲，咱有机会啦吼，真正的把握我们这一辈子短短的时空，把咱的这个短短生命透过着咱今仔日当来，对着咱跟老师的脚步，出发去开发，然后把咱真实的这个道的生命，伫咱的本心，甲伊牵出来。安尼才无去耽误咱家己真正的上天赐咱的迄个慧命，所以您或许就甲各位前面的报告到遮，听讲9点钟来结束，对无？9点钟结束，已经有一寡泰国的亲戚来或许就报告到这个地方。没有按照我们讲师旨意来讲六祖坛经没有关系，或许相信下次还有机会。或许可以继续来学习也希望讲师持质量，也希望各位先贤能够包容因为看到你我太满意了，所以经典人讲都讲白话文希望大家当普遍普遍借着这个道理里面咱大家拢是兄姊妹无管去到倒位咱拢是一家伙拢是一条心天书共班，道本无字道本无字理无字拢伫咱的本心内底，祝福咱好成当的道门会愈来愈发展互咱的培训班听讲，艺术培训班提供了足好的走你甲泉州遐去提供，这是咱的平常咱的这个佛堂的荣耀。借着这个荣耀，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享有最后祝福各位前行大德身心愉快，家庭幸福，然后事业顺利，圣法都如意。谢谢。大众平举。感谢简领任慈悲前到一鞠躬，坤到一鞠躬。必当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以前到一鞠躬，再一鞠躬，3鞠躬，感谢点传书一鞠躬，感谢简领任慈悲一鞠躬，坤到一鞠躬，再一鞠躬，3鞠躬，感谢点传书一鞠躬，感谢简领任慈悲一鞠躬。持驾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以前到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送驾点传书一鞠躬，坤到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送驾点传书一鞠躬。好，有师各贤。